姊妹大家平安，感谢主哈！咱这礼拜来有定有雨水的时间，就是上帝保守，咱伫主日敬拜的时阵无受到雨水的阻挡。咱已经进入到5月啊，今仔日是5月第一主日，咱常常拢伫5月份的时，咧纪念感恩咱的老母对咱的疼，所以咱常常嘛讲用5月当做咱的亲子月、家庭月。咱对圣经内底知影，家庭的坚固甲复兴，是上帝祝福的一个根源，也是传福音上重要的基地。所以咱今仔日要用主的话来三甲学习甲勉励，咱大先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无限的恩典，是你的疼祝福满满伫阮中间，互阮教会。伫前4个月的脚步，上帝你拢一步一步甲阮引带，互阮看见主你的疼，拢伫逐个礼拜中间，互阮经历到你的恩典。但阮进入到5月份，阮也搁一遍要来思考家庭甲阮的信仰重要的关联，也互阮通过少年老母的疼，搁一遍看见主你恩典满满伫阮中间。感谢你，互阮通过你的话来学习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三甲伫今仔日通过创世纪27章的1节到10节，要来三甲学习一个主题，就是家庭的复兴，就是咱福音的根本。当咱拄则有读创世纪27章的1节到10节，事实咱若要完整，应该是规章拢来读。拢总有46节，这是咱真实的一个故事，就是雅各来抢到以扫，伊迄个大囝以外，佮抢到迄个祝福安尼这故事写到真精彩，常常拍做电影，嘛是亲像一篇小说的故事啦但是咱拢会当去理解到讲，以撒这个家庭是对阿伯拉罕所传，咱拢知影，因就是成就上帝祝福阿伯拉罕嘛。讲你要子孙亲像天顶的星、海边的沙，看起来迄个祝福拢伫遐，但是人无一定完全拢接受到哦。因为这个故事通看见上帝恩典，但是人的有限所带来迄个祝福、迄个恩典，常常会伫人的顶面。拄着真大的挫折甲坎坷，所以咱会使讲以撒的家庭，发演变做一个民族的争端啦。是安怎讲呢？咱看见这个故事，以撒的家庭本来是承接阿伯拉罕受束缚应允的家庭，若安尼若是用咱一般的想法是讲，安尼都真赞啦就恩典拢来啊咧，像迄水管拢装好水沟拢开好水就来咧。看起来好像就是安尼，但是敢若第2代尔呢？以撒是阿伯拉罕的囝呢？因为这个家庭，咱人看见讲上帝祝福是无分彼此的，但是人要安怎领受，人要安怎承接，却是咱一个重要的议题。头一个，咱知影以扫甲雅各这2个兄弟因的背景伫创世纪25章27节到28节有记载啦简单记载，咱就知影讲原来这2个兄弟的差别，虽然是相生毋过差遮多哦。讲2个囡仔渐渐大汉，以扫熬拍啦。常常伫山野，雅各个性安静，常常伫布棚内。安尼一个外向的，一个内向的，一个爱举刀举枪爱武的，一个是爱文的。2个兄弟来差遐济安尼28节，若是差咧，父母嘛有差。讲以撒疼以扫啦，以撒疼以扫。因为常常食以扫拍来野味，哇！这老爸爱食好康的
啊，就偏心啊啦，爱即个大囝。啊，这雅各都袂晓拍拉咧，啊，无迄种山珍海味呢。啊，毋过吼，一人疼一种，老母疼细汉的。讲离别家吼，啊，即个新的翻译讲离啦，啊，所以我毋知要怎讲离别家嘛，咱较惯势讲离别家较惯势，吼，啊，新翻译是讲离呢吼，啊，中文的是无影响，但是台语吼，咱嘛是惯势讲离别家就对啦吼。但是即位。你是一个有经验的人，你知影讲这代志来啊吼？这两个差遐多，啊，佮爸母疼无共人，这个家庭会平安袂？问题就出伫遮来。所以你讲上帝要祝福，但是恁人内底都袂合合啊。你袂合合，问题毋通怪上帝，是这个家庭已经种了一个无好的开始啊。啊，咱27章1节到10节，以及到后壁面规段的即个圣经节，拢咧讲起着利百加安怎帮赞伊的细汉囝雅各，骗着以撒的祝福。整个故事是安尼，头一项，以撒讲年老啊，目睭花啊，看袂见啊。啊，咱拢知影吼。以早也无甚物款医疗的技术啦吼。我咧讲，咱真侪兄弟吼，到牧师这年纪吼，啊若去互眼科看看的吼，啊白内障啦，啥会开刀了，有搁光起来啊，有无吼？光啊，搁着搁挂乌人的目镜安尼吼。以前迄阵无迄个福气啊，吼目睭一直火起啊，4、50、5、60就开始雾起啊，因为迄个水晶体已经雾起啊嘛。啊，伊早搁较少咧保护。保护目睭的迄乌人目镜无啊，啊，所以咱知影讲较早的日头足炎的时阵吼，啊，咱人伫迄个日头骹，迄个目睭吼影响真大。总共就是讲，以撒年老啊，目睭花看袂见啊，啊，伊就是要祝福啦，伊也会记讲要祝福哦，要祝福甚物？祝福伊较偏爱以扫。啊，所以头一个起头，伊要祝福也无公开，也无真。光明正大吼，讲啊，后来讲的吼，因为雅各已经先骗着大囝的名分啊，红豆汤的故事大家知吼。啊，所以以扫可能以撒可能想讲，吼，啊，你这细汉的较干巧吼，我无偷偷来甲我这大囝祝福，啊，无真正两项拢伊摕去，规碗拢捧去，安尼也会使。啊，所以出伫伊的疼。嘛是会使讲啦，但是嘛是一个私心啦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煞演变做家庭的伤害。啊，咱知影伫这家庭内底也无偌大啦吼。啊，较早以色列人住伫迄款旷野，也是讲住伫迄个山庄咧顾羊顾牛吼。其实也无偌大，也无啥物隔音设备啦。啊，这老人目睭花吼，要甲囝祝福啊，话也无较细声讲的，啊也无简讯通较传啦。也无纸通互伊啦，大声话咧到地吼，利百加听到。哇！啊，你听大个，我听小个啊。啊，较早吼，你讲是大人要过身以前祝福吼，足有效的。所以吼，即个福气袂使无去的。啊，就真正哇，利百加就用一个计谋。你若看迄个祝福的顺序是安怎真幼稚呢吼？因为以撒爱食迄个野味，因为即个大囝定定摕迄种足新鲜的。即个野味互食，啊食啊惯势，伊想讲要伫死进前，搁食一遍啊，即个好味的就对，啊，通好甲即个以扫来甲伊祝福安尼。但是利百加听到啊，利百加听到啊，伫即个中间吼，利百加就安那，照头啊，用以撒所爱，叫第二囝雅各啊去陪伴。你看伊偌幼咯，第一吼，以扫去拍啦，雅各吼去掠山羊仔囝，吼，安尼无那是野味的，佫足新鲜的。第二，以扫咧拍啦，食遐个野味的吼，规身躯哦臭味足重啊，啊，所以这老爸啊闻着随知影，啊，就赶紧去甲以扫的衫摕来互雅各穿，吼雅各穿落吼，感觉迄个。咱知影男人身躯拢有种气味嘛，安尼也佫无够。你看这个老母，
安尼真幼咯。啊，即个大囝吼，规身躯啊抠门足济啦，安尼喙手足长啊，啊摸就随知啊，啊啥要甲改会过，目睭看无啊摸会着啊，啊所以吼，都专工讲去摕羊皮啊，啊来甲雅各的手啊，吼，啊佮颔棍啊，拢包迄个有门的迄羊皮安尼，即总共就是讲啊，设计啊非常的周至就对啦。但迄个周至是出自一种贪心，出自一种偏心。安尼才会问题来，因为利百加偏爱雅各，吼，偏爱雅各，啊，所以处理囝受祝福无公平啦，无有咯，啊，即个无有咯吼，毋是讲啊代志过啊，啊无我陪你嘛，毋是安尼尔，迄是演变做两个民族的冤家咧，世仇咧，必世仇咧。咱知影讲圣经有记载，以东人吼，就是这个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啦。后来叫做以色列的对敌。伫这个27章内底吼，咱知影伊安怎骗的故事，咱有用人看。但是你看后来以扫知影伊的小弟甲伊骗去祝福的时阵，看伊偌尔生气。伫这个圣经的这个27章38节讲，以扫甲伊的老爸讲：阿爸，你的祝福敢若一种？阿爸，你嘛着甲我祝福。讲以扫呢，开声大哭。你知影讲，伊感觉即个老爸甲祝福损失去，伊是偌艰苦啊大哭，啊，佫甲伊老爸讲啊，你祝福第二，啊，你嘛佫加减有互我。圣经记载讲，伊的老爸以撒应讲：你无肥水的土地通徛起，嘛无天顶的甘露通润得。你要挖靠刀剑渡我，要服侍你的小弟，到你强盛的日，要对你的颔棍来献掉伊的担安尼。要是讲这个老爸知影讲啊，这代志已经无啥物通好佫转还啊啦，吼，代志定着啊，啊，所以嘛是甲伊个囝讲，你较认命的吼，啊，你会得爱靠刀剑来过日啦，你的厝边隔壁后摆，你会有一寡对敌会甲你搅扰呢。啊，所以这个民族所演变是安怎？圣经后壁段有记载哦，吼，讲以扫因为雅各得到老爸祝福，就怨恨雅各啊，怨恨哦，兄弟也是怨恨哦，心内讲，阮老爸得要过身啊，等丧事办了，我就要杀死我的小弟雅各。哇，迄种恨吼，咱知影讲，一般伫外面来结冤仇吼，拢是为着财啦，啊无就为着什么款安尼纠纷啦。但是家庭的恨吼，对你一个小小的祝福，对你老母一种安尼加一个安尼质量吼，啊帮助小弟煞吼，即个兄哥怨恨到即个程度吼。啊，所以后来圣经就记载讲，伊要甲惊着啊，我毋知影阮即个大囝遐凶啊。吼，安尼真正拍拉的人较凶就对，惊即个细汉的吼，去互拍死啊！啊，一个足粗勇啊，一个足文弱书生啊，安尼哪会拍会赢啊？所以暗中甲伊安排讲，走去吼偷走，去伊的即个兄弟吼，就伊的兄哥，伊的所在是列班吼，伊的故乡的所在去逃闪去逃避。啊，所以咱知影讲创世纪的故事吼，真精彩，因为迄写了足有剧情就对啦，足有剧情。但是咱就是要想讲，当这以东人后来就是甲以色列人结冤仇，咱知影现在以色列人甲哈马斯战啊，毋知人去。啊，即款故事吼，从雅各甲即个以扫时代就静落去啊，你敢知？虽然民族无共款，共迄个民族的后代，迄个是迦南人的后代，啊，即个是以东人的后代。圣经记载讲，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，住伫死海东南面啦吼，死海东南面，较我约旦迄边安尼。讲岩石山岭甲荒凉的旷野，遐有一条有天然的资源，有路来通以东。但是吼，故事小可记载着《申命记》2章记载讲，以色列人出来记的时吼，上帝吩咐讲，吼，莫叫以色列人去搅扰着以东人。吼，毋通去
去甲讲着就对，讲着就对吼。但是圣经咧记载，按讲因两个民族是兄弟啊呢。以东人唔肯以色列人进入到因的所在，啊，就迄个怨恨一代一代传落，啊，拢袂断啦吼。啊，讲伊直到大辟作王的时阵哦，两个民族诚做死敌。以东甲以色列两国共一个祖先以撒，两国阁相接，但是以色列人嘛轻视以东人，因为以东人后来咱知讲啊，这个以扫就到外面去啊嘛，啊，甲外族通婚嘛。啊，所以一代一代元首都拢安尼来啊。但是即摆咱看圣经真侪名话故事，拢咧记载着雅各来骗即个以撒的祝福吼。啊，即张图真出名的图，即个另外一张嘛是，啊，搁另外一张吼。啊，雅各用着计谋，用着欺骗，甚至吼嘛甲上帝拖落去呢。以撒讲：“哎哟，囝你较敖，一个出去无偌久吼，啊拍了就拍转来啊！哦，咱较敖。伊讲啊，无啦，啊，上帝甲我帮赞的。你看，明明就是偷牵羊啊！伊讲是上帝甲帮赞啊，所以会使讲，即个以色列民族祖先就种落即款冤仇的迄个无好的因子伫内底啊！吼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即个月是亲子月啦。咱要倒来思考讲，一个家庭要安怎合和领受恩典，毋是用人的私心所造成冤仇伫家庭内底。家庭是见证上帝恩典的所在，但是请会记哩，明明都以撒的家庭是上帝祝福，已经甲因做一个证明啊，啊，毋过因家己武歹去啊，武歹去。啊，所以若要讲是讲。上帝恩典保护这种正人，但是人的软性、人的罪性、人的软弱，家己去破坏伊呢。所以，咱也看讲，啊，这个父母吼，啊，较听这较听迄，都真自然的，咱定定看会到咧。啊，毋过常常迄就是一个迫害的因子伫内底。咱知影偏心伫家庭中常常看见。伊是种微妙性的伤害啦，但是到后来是有破坏性的哦。有人做统计吼，讲调查讲84%的人，就是讲调查一寡人讲，你伫成长过程中敢父母有偏心无？84%的人讲，我感觉有啦，迄是一个主观的感觉哦。啊，父母讲哪有？我嘛逐个拢病痛，但是吼，咱毋通铁气啊，就是讲我明明知影我无，但是我。小可讲一句话，我切的西瓜吼，啊切无好势，较大地，啊你就来啊！所以我是讲，即个毋是你调工的，但是常常是因为人会做，这对人会做引起。我明明都无安尼，但是囝看来是安尼。我讲话较大声，啊这边较细声，啊囝儿听着无共款。所以第十要安怎？即个是。伫人的社会中间所咧发生的，搁较互人奇怪讲吼，真吊诡讲13%，互老爸疼的人吼，后来煞怨恨老爸。伊是讲这个人原来感觉老爸较疼的，啊，毋过后来感觉颠倒见怪老爸就对啦。啊，18%得到老母偏爱的人，煞后来感觉是负担。啊，这是人的人性的软弱啦，吼。有可能是讲，啊老母加较疼我吼，啊毋知互兄哥怨恨我袂，毋知互阿姐吼看我目孔赤袂安尼，哇，这拢会来，啊所以感觉讲哇无自然，啊妈妈你莫啦莫安尼，啊所以父母有偏爱，有时无容易查出来，原来是理亏是父母啦，但是问题是伫遮哦，就是讲。重担却是遗传到囡仔即代。父母是讲啊，我著自然啊，我著本性嘛。啊，你处理无用啊，啊，我会记咧讲倒一句毋对吼。咱父母有时会疏忽去，敢毋是？啊，迄个偏心有时是无调工，啊，毋过呢，即款行为会传落去下一代，是啥囝儿会重复即个行为。咱等下看到
圣经安尼记载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知影，伫这亲子月，咱拢用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天下无不是的，咱嘛是承认这句话。但是吼，咱知影讲天下吼有软弱的父母，天下有迄个无细致的父母，伊的出的心可能无啥物特别的唔好，但是有时会无细致产生，亲像以撒甲即个利百加同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请会记哩，咱的家庭要成做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家庭，咱爱常常真细致，用圣经话甲咱提醒。伊讲品格也是性格，是伫家内养成的。咱大家做父母的，拢有一个任务，就是你爱培育你的囝儿有一个身心灵拢健康的囡仔，为着囡仔来放落一个敬虔、美好的品格甲行为的模样。因为你若甲伊准备好，后来伊个人的成长甲独立，咱就毋免烦恼啊。意思是，你咧栽培囡仔吼。你毋是用你家己的溺爱，用你家己的私心，想讲安尼会对伊较好，毋是啦，是来训练你成做一个有敬虔、身心灵健康、有好品格。后来伊家己独立成长，你就毋免烦恼。你知影你对即个囝吼，安尼诚放心就对。所以咱对以撒、雅各、利百加因即个家庭的故事来想三项。头一个是有时愈侪的沟通。就较少担心啦。咱知影圣经有记载讲，以撒甲利百加翁仔某中间的沟通方式无健康。咱若看迄个故事头前的圣经的故事嘛，拢讲到这。可是两个人吼，的思想观念拢无相像。所以老爸是疼大囝，老母是疼细汉的。所以因夫妇破坏迄种公平疼痛囡仔的基本的养育的原则。所以加上减少沟通，咱常常吼做父母有一个软弱，就是讲，就逐日拢咧见面啊，你掠做我足了解阮囝，就逐日吼讲话讲遮济啊，我拢会了解阮先生的想法，我了解阮太太的想法，迄真奇怪。咱讲吼，共困一领笑吼，安怎？有时毋知影对方在想啥，所以这是人的软项，人的心思意念无法当真充分的沟通，所以若是较侪沟通，利百加甲以撒有较好的沟通，要安怎教囝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即个意见，安尼就袂引起兄弟的冤家啦。所以咱知影讲。愈侪沟通，就愈少担心吼。这是1章甲4节27章1节甲4节内底因所产生着的状况。第二，愈天性愈受责备。伫18节到24节这段的经节内底吼，有记载着这部分。就是讲利百加伊错误伫倒位，伊吼去使弄雅各去骗伊的老爸。所以有人讲吼，雅各本来毋是天生的骗子啦，是老母甲培养出来。安尼听起来是足讽刺吼。老母培养一个骗子，因为老母先教伊安怎骗嘛。所以咱拄则有讲哦，种偏心的思想，互囝儿学着吼，后来囝儿嘛安尼做啦。咱拢知影圣经，咱一年读一遍圣经的兄弟，你拢读过啊？创世纪，后来雅各又阁是安尼呢？伊特别疼迄个约瑟，对毋对？雅各特别疼12个囝儿中间吼，疼即个约瑟。迄代志吼，互遐兄哥气甲要甲约瑟刣死咧。好佳在后来吼，甲卖去埃及，毋才会发生后壁的故事吼。约瑟互人卖去埃及，然后成做埃及的宰相，后来救因全家。所以你讲，即个偏心吼，煞变做
付出更较严重的代价就对啦吼。但是为第三项是哪控制哪歹留。原来李伯嘉是要希望互即个第二囝雅各会当掌管着家业，要甲留伫身躯边，无拍算讲伊就出于私心，互即个兄哥气甲要刣伊对无？煞甲伊的囝送去到伊的兄哥列班遐，煞无人看着囝，你敢知？疼囝煞袂当甲伊做伙，因为惊伊的囝互刣死啊！所以咱会使讲，李伯嘉诚做上大的输家就对啦因为伊惊讲伊一日会失去2个囝，45节安尼讲讲到恁兄哥受气煞，袂记得你对伊所做的代志。迄时我才找人去带你转来，就是讲，伊赶紧叫伊去逃走去阿舅遐，恁兄哥生气煞，我来叫人甲你带转来。伊即句话讲了真心酸啦伊讲我哪着一日失去2个囝？李伯嘉家己安尼讲，我哪着一日来失去2个囝？所以咱会通对这个经节搁做一个整理，就是讲。上帝为伊束缚的原来本意，人拢用家己的办法去干涉，用家己的办法去干涉，煞得的得无着，失的搁愈多就对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即个亲子月也是家庭月，咱要学习一个主题，就是家庭复兴，就是福音的根本。家庭的复兴是福音的根本。以为所书6章一则经节，咱定下咧看，伊讲毋通激囝儿的生气。咱做事大人拢会感觉讲，即句话敢对？是囝来激爸母的生气，哪会我老爸母激囝的生气？你若想无啦事实伊讲即句话有伊的意思啦咱看去圣经节安尼写，就是以为所书以为所书的即个第6章的1节到4节。这个是中文的，咱原文是写讲，做儿女的要顺服爸母，这是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本分；要孝敬爸母，这是头一条挂着应允的诫命。安尼做，恁就会逐项好势。伫这个地来固顿徛起。第4节讲，做爸母的毋通激恁的儿女受气，要照主的管教甲教师，甲因培养安尼。这原文是安尼，所以咱甲整理起来就是讲，做儿女听爸母的话，孝敬爸母，这种本分，大家嘛知，对细汉听到大汉。但是，咱毋通讲你这根本应该，咱要先想即句，前提是爸母的责任，讲毋通激囝儿的生气，毋通激儿女的生气。到这个意思是甚物？甚物叫做激你的儿女的受气咧？伊讲，第一就是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啦，毋是用人的血气，毋是用李伯嘉的私心，嘛要用老爸就贪食遐山野的味，煞先种落迄个偏心，所以应该是讲老爸先偏心开始啦。李伯嘉讲即个无甲手断来，哪会使？所以，基督徒，咱伫咧上帝赏赐即个家庭，互咱无因为错误偏差的教导来打击儿女的信心，影响着人格的发展。这则是叫做毋通激怒儿女。所以激怒的意思就是讲，你用你的血气，也是用你家己的即个理所当然的想法去损害着囝儿的自尊心。去破坏着囝儿的品格，迄叫做激生气毋是讲我是4岁，囝儿是大，毋是安尼所以我有看去一篇文章写讲，管教儿女的10戒管教儿女有10戒，咱10条戒定咧读管教儿女嘛有10条戒呢，真有意思咱大家学习一下。讲拄则第一个就是讲咱讲的圣经拄有所记载讲，毋通惹儿女的受气伊是讲咱做爸母的拢恨铁不成钢啦，要甲杀，要甲起，互伊行拢无法度咧。讲啦，轻轻就是
激气啦，若无就是生气起来安尼。这是咱做父母的，逐个人的心声就对啦吼。所以咱应该就是营造双赢的亲子互动关系，大先就是守着父母无惹儿女的生气，尽量爱用听、理解、对待成长中的儿女。咱家己做父母的拢知，特别你有两三个囡仔，真正有影，有的想意思，有的想意是哪国的，奇怪共父母生哪会差遐济安尼，就是迄上帝创造人就是特别嘛。你安怎顺即个性？有的是需要鼓励，有的真正需要提醒。所以头一个第一条戒是毋通惹儿女的生气。第二讲毋通熬念啦，拢无停。唠叨讲是精神上的疲劳轰炸。讲任何人拢无介意，互人细细念啦。遐尼七岁，这大家拢知影奇怪原来本来我有毋对，但是细细念我就气起来啊！规气也莫甲你改啊！第三，做儿女的教育儿女的第三戒就是毋通过度保护。伊讲这会引起儿女无法度通自我学习成长，一旦离开父母的保护线，就显得问题来啊！无法度通独立来生活，逐项拢爱叫父母，叫父母来帮这从这。所以咱较早有流行一句讲“直升机父母”，直升机父母意思讲，囝儿伫远的所在，一个发有问题父母像直升机咧救灾水去啊！看起来是父母疼啊足周济的，毋过你都互伊袂大汉，互伊袂大汉啊！第四项讲毋通随便就猜疑啦，乌白猜疑，代志还袂查明白。就确定讲，这就是你做的啦，这你做的啦。好像讲要恐吓伊来承认的意思。有时囝儿若真正是伊做的伊就乖乖承认；若无伊会记一世人，你敢知？会记一世人我顶工听到一个阮亲人的故事，讲细汉的时阵迄传道先生讲来恁。囡仔转去甲父母交，讲要交50块，毋知要参加什么活动。即个囡仔真正去50块交互传道啦是讲安尼就会当参加活动啊。后来这个传道讲你无交可能无记录的款。佫走转去甲伊的侍大人讲，恁这个囡仔无交，哇，即马5岁了伊讲恁这个囡仔欺骗迄钱摕着无交钱，佫摕去开这个囡仔讲，伊到现在还佫记牢，是讲5岁无解决，真麻烦。过来，第5戒讲毋通乱打标签。有一本册讲叫做《父母的清单书》，列出父母对囡仔讲迄个上有害的话20几句啦咱甲看这3、4句，咱就知影讲，即款话对囡仔伤真大。第一。骂囡仔讲你永远都袂出脱啦！这句话父母有时无细时就讲出来啊！第二句，足后悔当初时甲你生落来，甲你掠去菜市蛋雕好安尼。咱生气拢会讲，这听起来讲这都气话嘛，对毋对？但是做囝儿毋是安尼想你是哪遐戆啊？戆头戆脑，讲袂听，讲毋捌，安尼，这拢会伤着囡仔。佫袂讲你真正无路用啊！这个负面的话，迄亲像一个针插着囡仔的心。一世人若讲伊家己无有这个个人的一个生命的改变，咱首先教会定爱办迄个叫做医治的祈祷，就是安尼，因为人迄个伤害是，好像一张白纸去滴着乌目呢，你无法度啊！你安怎甲清气较要紧。所以咱常常有迄个属灵的迄个祈祷，大家组织祈祷，做伙来清气咱家己的内心除去遐个伤害，就是拢用即个方法安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骂人的负面的评语有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的作用啦。
迄就是个咒诅的话安尼咒语哦，永远藏伫囡仔的脑海中，造成负面的自我认知。我毋是讲你讲大概讲这吼，囡仔拢会安尼啦。我讲囡仔话人伊家己足乐观，吼，爸母讲伊嘛袂记去啊，吼，安尼上好啦。但是话人是讲心思足细腻吼，一个讲咧伊就放掉诶。啊，若无经过即款熟练的医治，吼。有时就永远藏伫内底。你后来会形成种行为哦，就亲像迄个雅各听约瑟，嘛是学伊的老母嘛。即款你无家己内在意志吼，你就一直来。所以是讲老爸食酒，叫囝毋通食，毋通啉，囝后摆嘛是啉。老爸讲跋筊毋好，伊囝嘛是跋筊。迄拢是一种强烈的暗示的作用，像一个咒诅的话安尼。第六，毋通恐吓暴露。用恐吓来讲，以后吼，那安尼甲你拍死哦，还是讲你赶紧甲做好，我100块互你安尼。恐吓也是贿赂吼，拢是无合的教育方式吼。第七，毋通增加迄个罪恶感，无适当的执法，也是加互囡仔有迄个罪恶感吼，会互囡仔伫人生的道路背负着迄个无明的，也是无必要的心理负担。所以有人感觉讲我。伊一世人，我感觉讲有迄压力，有迄罪恶感，吼，人袂轻松啊。第八，毋通做比较的游戏，毋通做比较，避免伫囡仔兄弟姊妹中间吼，做无意义的比较，比较的游戏会足大的杀伤力，会造成兄弟姊妹中间的感情破裂，甚至冤仇啦。拢知影有的囡仔较好读册，吼，凊彩就考100分，有的较考到60要到，都考袂到。讲你来遐戆啊，人你听歌吼，拢毋免后夜就会晓写，会晓读啊。所以咱常看到迄吼足侪啦，咱伫个真情部落格，也是足侪基督徒的故事，拢会讲细汉的时阵吼，因为伊较弱势，看到是兄姐、兄哥、兄姐足够读册，拢考到好的学校，伊压力足大个啦。伊压力足大，若佫加上父母吼，用安尼做比较，一生吼，会感觉足艰苦。若佫较歹，就是做歹囝互你看。所以比较有时是咱家己一种恨铁不成钢，毋过讲出来煞变做伤害。第九，咱较知影，毋通揠苗助长吼。成长需要时间啦，做父母的上重要是陪囝来成长，一个合宜的空间环境。毋是代替囡仔来长大，吼，咱拢知影逐项拢要甲补习，逐项拢要甲教，最后是18班母艺吼，国小就拢学起来啊，安尼。煞原来是一个有趣味的代志，煞变做伊看到这条线，吼，看到这条线，因为无学习的趣味嘛，无学习的趣味。咱拢知影讲，顶几日、顶个月无发生地动吼，发生一个高中生啦、高3的囡仔。伊吼发展出一个 APP， 就是咱手机内底一种网络吼，地动的时阵随甲你通知，讲这个 APP 比迄个气象局的搁较好安尼啦，一个高3的囡仔哦，就是因为这个囡仔吼，伊都从细汉就对大自然足兴趣的、足好奇的啦，爸母也无甲教，伊就家己想要去找，意思讲你有好奇心，你有想要去学，拢毋免你杀，若要你硬甲逼。伊颠倒会讨厌，这是人性啦，咱人的软弱吼，最后嘛足重要，就是毋通伫人的面头前吼，安尼羞辱家己的囡仔，意思讲家己囡仔骂互人看，毋通伫儿女的面用轻视的态度，也是别人来讲出家己囡仔的弱点甲低处，互伊感觉讲足见笑。咱有时吼伫厝里教袂话咧。即摆兄弟亲人来听讲佫讲一遍发一粒气安尼，是讲伊会解袂吼，边个人嘛足尴尬，讲你讲恁囝，我是要怎讲吼对哦，嘛袂使，煞变做边个人也无甲你赞成，你佫互恁囝上一届，这是咱做父母的这讲拢10届就对，10条界吼。最后兄弟姊妹。之前我听见一个牧师讲一句，我感觉真有道理啦。咱
要对囝儿的态度吼，若会当学习，亲像咱逐年咧举办迄个幸福小组，对毋对？你安怎款待 best？ 啊，你用安尼来款待你的囝，安尼效果一定足好。定心家己的儿女传福音。咱我想讲啊，上细汉我就出来主一路啊，咱就搁传，毋是啦，是迄款态度，是迄款方式，是迄款地域。咱无定咧讲，咱甲囡仔尊荣，甲迄个 base 的尊荣嘛，吼。咱敢讲，互伊感觉超过，啊，就是吼一个恩典的开始。啊，所以咱对下半年开始，咱会鼓励会友讲，啊，你有啥物亲戚朋友，啊是你有做生意的朋友，啊是你去菜市啊，你去店里吼，甲伊交陪，啊，你这好朋友吼，啊，你好啊款待伊，招伊吼啉茶啊开讲，甲关心，到时你要甲带来参加这个幸福小组，伊才会愿意啦，因为你对伊真好嘛，伊超过伊所求所想的嘛，啊，所以咱做是厝里的囡仔，你也有一种定心对儿女传福音的思考。咱拢会想讲，啊，礼拜日毋来做礼拜创啥？啊，这都毋是传福音的态度嘛，敢毋是？啊，连这也毋知，圣经的故事拢毋知，哇，用责备的，用口水的，用骂啊，用压力的，拢无法度通互囡仔感受到福音的重要。所以，当你搁一遍安静想来讲，我是毋是对我的囡仔伤严啊，还是伤凊彩啊？啊，就真可惜，就互囡仔无感受到对你所得到的福音啦。意思讲，我伫外面甲人讲福音，大家听到真好，哦，听到足同意的。但是你伫厝诶，甲囡仔讲，囡仔无爱信。啊，出于什么意思？毋是你的口才歹，就是你的态度、你的做法，互你的囡仔已经。甲迄个门关起来，甲你福音的门关起来，伊感觉讲你讲的我都无爱信，安尼是何等的可惜！咱带遮侪人信主，但是咱的囡仔竟然无要甲咱做伙伫主的内面领受祝福。啊，所以改变你的做法，改变你的心思，甲你的囡仔当作是一个 base， 对于极其的即个好意，啊，甲用主的话，互伊知影你会听。啊，所以有时，甲囝儿4岁，甲家庭和解是足重要。有个人吼，就是讲家庭内面，啊，都因为某一寡代志，啊，煞激一个气吼，激规世人呢。有时吼，敢若讲出讲，啊，实在我迄阵讲毋对，即句话讲袂出来，敢若一句话尔就解决啦。啊，咱宁可互伊艰苦一世人。所以，请会记哩，咱毋是咧讲，咱有啥物毋对啊？咱看起，即个受祝福的以色列家庭都安尼啊，圣经的家庭都拄着遮尔大的挑战啊，何况咱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所以咱爱承认讲，我有无完全，啊，我有发脾气的时阵，我有迄个性地吼控制袂牢的时阵，啊，无细字讲出来话，伤着囝，互囝激囝的生气，啊，你着爱安怎甲伊挽回？兄弟姊妹，咱要搁讲一遍，就是一个家庭的复兴，就是福音的原本。咱一个家庭伫这个社区，互咱发觉到讲啊，遮尔三听，遮尔合和，日日拢充满着笑容，迄就是传福音上好的办法。毋是你用什么口头的话讲偌济。人看起讲，即家的亲人吼，遐尔啊相亲相疼，啊笑眯眯，啊，即个家庭的确是真互人欣羡啦。因为伊有福音伫咧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即个亲子月会当领受到即款属灵的祝福，因为即个就是咱传福音上大的基础甲根本，也互咱有一个家庭的美好，看见上帝祝福伫咱中间。即时咱要。三甲来吟诗也举行咱的即个中保大岛第49期的动工的即个彩排礼，啊，咱请第一场礼拜兄弟楼顶楼骹吼，咱咧唱即条真有意思的即个圣诗，就是即个
恳求上帝施恩赐福450首，咱坐咧吟5赞。